動感之都香港，帶嚟刺激而優雅嘅世界馬術大賽——浪尖香港馬術大師賽。代表香港主場出戰嘅鄭文傑 Kenneth 同觀眾講下點樣欣賞馬術。場地障礙賽需求騎手同馬匹個準確性同埋合作性，而我哋要喺指定時間內要完成12至14個欄，咁而每打一個欄係4個罰分啦。騎手喺最短時間內而最少罰分嘅係算最好嘅成績啦。咁我哋騎手喺當日先知道我哋嘅路程，我哋喺一個好短嘅時間內要熟習，所以呢個要求馬匹同人嘅合作性個難度非常高咯。浪尖香港馬術大師賽2月28號開始 ，Now Sports 優雅盡現。浪尖香港馬術大師賽係由浪尖贊助播出。